56年，或者對歷史嚟講唔算長，但對一間教會嚟講，嗰個係一代又一代嘅擺上。從最初幾箱禱告嘅手，到今日滿堂敬拜嘅聲音，從簡陋嘅開始到穩健嘅成長，我哋走過風雨，亦走過恩典，而每一步都有神嘅同在。呢56年，我哋只有一個使命，帶領人成為神嘅門徒，唔係淨係坐喺台下聽到，而係生命真實地翻轉。有人喺度重新揾翻信心，有人喺度經歷醫治同恢復，有人喺度揾到一生嘅方向。呢個就係門徒嘅故事。我哋係一間愛神愛人嘅教會，喺高山時敬拜他，喺低谷時緊緊抓住他。有幾多次我哋喺禱告中流淚？有幾多次我哋喺敬拜中重新得力？當世界動搖時，他係我哋唔變嘅根基；當未來未知時，他係我哋堅定嘅盼望。而呢份愛亦喺關係中被活出嚟，喺小組入面互相分享，喺家庭營中彼此連結。我哋學習愛神，亦學習彼此相愛。我哋相信成長嘅人會改變。一堂堂聖經課程，一篇篇主日信息，神嘅話喺無聲中更新我哋。有人成熟咗，有人勇敢咗，有人放低過去，重新開始。成長唔係一瞬間嘅感動，而係一生持續嘅回應。而當我哋被神祝福，我哋亦都成為別人嘅祝福。小朋友喺呢度認識耶穌，青年喺呢度揾到身份，長者喺呢度被尊榮。一個微笑嘅招待，一次默默嘅預備，一場唔被人見到嘅服侍，都喺度改變生命。因為愛從來唔係口號，而係行動。可能你從來都冇企過喺台上，可能你個名從來都冇被提起過，但神見到你早到嘅預備，見到你安靜嘅奉獻，見到你忠心嘅擺上。多謝你同我哋一齊走過56年，多謝你喺神嘅國度入面忠心站立。喺2025年，我哋再次見到神豐富嘅供應同帶領。教會所領受嘅11奉獻同感恩奉獻，一共529835。建堂同北基金共領受35185，宣教基金領受6050，並差派同支持宣教事工55000。關懷基金領受10150，並實際幫助有需要嘅人11908。同時，我哋亦獻上10801嘅愛心奉獻，支持 Baptist Native Pastors 嘅事工。呢一切都係神嘅恩典，亦係弟兄姐妹忠心擺上嘅見證。今年69%嘅 SBC 家庭參與服侍，27%承擔領袖責任，36%參與聖經學習，70%連接喺 Connect Group 小組生活中。呢啲數字唔單止代表參與，更代表一顆顆願意回應神呼召嘅心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早晨！周年蒙恩，今日係我哋教會新亞根浸信教會慶祝56周年紀念。我哋好感謝神。喺過去呢56年嚟，上帝點樣帶領我哋、看顧我哋、保守我哋，直到今日，我哋好感謝神。如果唔係56年前，有我哋啲美國宣教士嚟開始咗新亞根浸信教會，Pastor Morris佢哋夫婦，仲有徐士松佢哋夫婦。
直到今日我哋有唔同嘅牧師嘅帶領，同大家一齊同心合意嘅興旺福音。所以為咗舊年2025年，我哋好感恩教會講要祝福他人，所以我哋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喺你嘅生命裏邊，喺你嘅家庭裏邊，喺你工作嘅範圍，一啲有需要嘅人，我哋又有797個嘅食物籃，我哋有教會嘅軍禮基金，所以幫助到好多需要嘅人。我哋2026年，我哋講我哋要得着他人，我哋都鼓勵大家，如果可以，我哋可以揾4個對象去得着呢4個對象，為佢哋祈禱，探你哋，關心你哋，向我哋傳福音，作見證。呢個就係我哋今年嘅目標，就係希望喺呢56週年裏邊，我哋繼續努力，為上帝得着更多嘅人喺新特根呢個地方成為佢哋嘅祝福。我哋做光做鹽嘅傳揚福音，特別今年我哋講，我哋要喺士布加我哋個退休中心教育中心，我哋要建堂，所以我哋要籌款。唔單止建堂籌款，我哋都係為咗得着更多嘅人嚟到蒙恩，嚟到得救，嚟到進入神嘅家。呢個就係教會嘅存在，加上弟兄姊妹嘅同心嘅合意嚟到興旺上帝嘅福音。所以再次祝福大家周年蒙恩，多謝大家。一切榮耀都歸俾神。